三鄉雅居樂全新裝修嘅1/4別墅，而且仲係東南朝向，門口咧係單邊位，呢個位置出咧就係大門口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入嚟咧睇下我哋嘅全花園空間咧係將近40平方，呢部咧泊部車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睇下全花園空間咧係將近40-50個平方，呢邊東南朝向，採光通風咧特別舒服啊！先睇一樓目前嘅格局先啦，喺我哋右手邊咧一樓改建嗰個長者房嘅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睇下呢個大廳開間係將近5米嘅大廳咧，都係配備咗空調嘅，出去嗰邊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現時8人位嘅大餐台係安排上嘅，餐邊櫃都係安排上嘅。喺嗰手邊咧就係 L 型嘅大廚房，雙開門嘅大冰櫃都去安排上。入翻去嗰邊咧就係我哋個衛生間啦。而家上到2樓啦，2樓係做翻2間套房嘅，呢個擺個1.5米大床係冇問題嘅，空間係非常之舒服嘅，所有間係做到乾濕分區嘅。睇下呢邊咧就另外一間客房啦，呢個套間咧都比較大嘅，將近20個平方，1.8米大床，2個床頭櫃都安排上嘅。呢邊衣櫃位安排上，嗰邊係洗手間嘅位置。3樓咧就我哋主人房套房啦，現時擺個1.8米大床到頂嘅大衣櫃安排上嘅，呢邊咧仲有梳妝台嘅位置。你睇到呢邊咧就係我哋乾濕分區嘅洗手間，出邊咧就係東南朝向，望出去視野景觀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一間全新裝修嘅1/4別墅，門口單邊位，仲係東南朝向，採光通風，非常之靚仔，已經改造咗4房4衛嚟使用啦。上面積高達150方嘅，現時總價咧100零萬就可以擁有啦。如果睇樓記得啲我。